台北指南宮凌霄寶殿站會小小3點外前才甲火拍花加載無人傷亡。消防局表示講，凌霄寶殿地面有2層樓，1樓燒甲上嚴重。也台北市長蔣萬安今仔早起去現場看，講會專案來協助指南宮重建凌霄寶殿。花光紅旗旗，畫面看到真驚人。日時暗時，台北市指南宮的凌霄寶殿，唔知什麼原因燒起來。消防局喺暗時8點48分接到通報，隨動員來拍火，飯店才甲火拍花，加在是無人傷亡。2號早起，台北市長蔣萬安嘛來到現場關心。台北市消防局表示，因為宮廟是木造的，嘛有真濟金紙甲香，可燃性物質較濟，加上山頂欠水源嘛，造成拍火的困難。凌霄寶殿的1樓是全毀的一個部分，那2樓的部分的話，大概是1/3。所有的宮廟大部分都是屬於木造的一個建築物，所以它的可燃性物質是比較多的。然後同時，因為它是屬於在高山上，所以它的水源相對是缺乏，相對的它的風險因子會比較高。消防局表示，要經過火調才會當確定導火的原因。指南宮嘛，奉叫做仙公廟，在1966年起好到今有1甲子的歷史。主神是傅油帝君，也就是盧洞賓盧先祖。指南宮主委表示，這屆火燒凌霄寶殿內底以3000殿太歲寶殿上嚴重，不過樓頂的玉皇大帝、三官大帝也有爐灶攏是平安的。假如說沒有辦法修復的神像啊，我們會另外來安裝這個金身。同時，假如局部受損的，我們會請到好的師傅啊，來趕快修復。結果技術工會是指出，凌霄寶殿1樓損動上嚴重，不過規個建物的結構是無問題的。那台北市長蔣萬安2號早起也有到現場了解，市長表示，指南宮是目紗重要的爐灶信仰中心，中建的工課市府的專案協助。我們給予後續指南宮復原重建行政上面的專案協助，來加速整個後續重建計劃復原的審查。蔣萬安表示，會成立看局處單位來協助指南宮，由台北市副市長林奕華督導，民政局主席。火調以後嘛會做建物的安全鑑定。指南宮表示，因家當總有4個殿，未來會管制凌霄寶殿，不過其他的殿有關是開放給民眾參拜。記者盧尚如、鄭俊佑台北報道。